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就是我们印尼人，就碰见人的话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吧。只有佛教是这样，伊斯兰教不会这样的。哦，我们印尼的传统。印度是，明白？咱们是这样。对，对这是用心跟你交朋友。啊，你这样跟佛教没区别了。马来西亚也这样，对，是的，就是沙浪嘛，有这种意思吗？东南亚国家穆斯林，中国穆斯林对这个不反感。啊阿拉伯国家信仰伊斯兰教的人，啊我用心跟你交朋友啊他们要是一这样，这就是佛教的代表，明白吗？啊！